继续来关心高雄甲屏东，这西南气流伫咧高雄、屏东的山区，雨势就真高，真侪所在拢已经超过300毫米啊。其中这高雄的布林伫24点钟内就超过660毫米。啊，那高雄、屏东的山区溪水是规个涨起来，土石啊放落来，造成台20线、台27线甲台29线这交通断站，目前还阁伫咧抢修。民生大桥也是已经被暴涨的溪流冲击到桥梁。极大土山的串流溪水已经涨到民生桥的桥身，为着安全设想，公路局30下晡紧急封桥，因为这帮桥是台29线南马社居民出入的主要道路，桥袂当行，部落居民要出入就要斜对另外一头过，因为大雨交通中断的所在，阁唔能安尼。因为雨水上高，桃园拉夫兰部落到龟顶县的道路出现土石流，民众赶紧摕沙地来挡，避免灾情扩大。伫高雄山区雨水一天内拢有超过400毫米，包括台27线的六股段、台20线的桃园段。有的路段是因为溪水涨起来做预防封路，有的是因为土石放落在路面。公路局是派出机具赶紧来抢通。那目前山中持续的一个降雨，路面有一些山边坡的泥流跟坍方的部分。甲线公段持续办理的一个清理。另外，屏东来义乡对外主要道路凯南联络道，也因为边仔山坪未堪哩大雨插落，雨水甲土石冲落来冻伫咧路面，有的土石甚至阁冲入去边仔的人家厝。短500公尺都有4大崩山，公所早起紧急封路，派怪手绳来抢通。下晡4点外已经会当单线通车。早上我们先紧急拉警戒绳封闭道路。那么上午呢，我们乡公所先实施单线抢通，目前单线已经抢通完毕。气象署表示，31南部山区也是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随时会上大雨，天气无稳定，民众除了避免前往山区以外，也要随时做好防灾准备。记者柯秉哲、柯家如、柯朝阳、高雄屏东采访报道。